桃园平顶区福旦路2段150巷一带，常常有车乌白停，过路人无卡路真歹行。警方除了加强处理，市府嘛决定要铺青色的人行道，希望保护过路人的安全。巷仔底路边画红线，车路顶悬，还阁有车去用拖走的痕迹。这是桃园平镇福旦路2段150巷，有民众反映讲，现在有汽车违规停车。 地处过路人都爱行去甲挖车道的所在，看落是真危险。平顶区公所即马按算会铺设200公尺、90公分宽青色的人行道，要来提升过路人通行的安全。我们这边啊，其实交通是很乱的，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有之前这里都可以停车啊，乱七八糟。其实行人走的地方很少。你看这样的路够宽，那上下班的时候这个车流量很大。你用绿色步道，那人家骑车、开车、骑摩托车的人。 它这个变成路就变更窄了。平顶区公所表示，这条巷仔有6米至8米宽，因为真侪路段拢无实体人行道，佮加上有的人会违规停车，造成过路人行路安全的疑虑。按算7月中会完成相关的设施。经过会勘后，决议由区公所进行改善。我们将由道路的边线至水沟进行实体绿铺，并且视道路的路幅来决定是否加装防撞杆。 针对巷仔违规停车影响安全的问题，市议员黄敬平嘛要求交通局在这个路段增加安全条，还有护栏，同时嘛评估在巷仔靠适当的所在为奥多麦停车格，兼顾民众踩奥多麦的需求。这部分交通局回应讲会配合公所完成的基停，暂定7月底会完工。公司新闻桃园报道。